5月13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与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坚定维护多边主义，致力于维护国际协议。中方愿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友方保持沟通协调，本着客观、公正和负责任的态度，继续努力维护伊核协议。据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第一艘国产001A 型航母开始进行海上试航性能测试任务，主要是检查和验证机械系统和其他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社消息，近几年土耳其对非洲的投资及建筑领域方面的影响力，产生了中国对其无形的竞争。以色列在5月12日关闭了与加沙地带的凯莱姆沙洛姆口岸边境过境点。5月11日，数十名巴勒斯坦示威者闯入该码头的加沙一侧，焚烧了货物运输带，并破坏了燃油管。以色列军方声称，过境点将保持关闭状态，直到暴动造成的损失得到修复，并将根据情况评估重新开放。5月13日上午，印尼3座教堂先后遭遇炸弹恐怖袭击，造成13人死亡，40多人受伤。印尼国家警察总局托蒂将军13日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天上午制造连环爆炸的自杀式袭击者为同一个家庭成员，该家庭隶属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团体神权游击队。5月13日，阿富汗东部城市加拉拉巴德的财政大楼遭遇连环炸弹袭击，并有武装分子持枪闯入大楼，造成10人死亡，36人受伤，包括1名警察及3名财政部职员。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宣称对该袭击事件负责。